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。这个代志了后，耶稣过去加利利湖，就是提比利亚湖的迄边岸。有一大群人缀伊去，因为因有看到耶稣医好病人的神迹。耶稣爬上山，甲伊的门徒伫遐坐。迄时，犹太人的搬过节得要到，耶稣抬头看到一大群人，一直往伊遐得来，就甲腓力讲：“咱要去倒位买食物，通互遮人食？”伊讲安尼是咧试验腓力，其实伊家己已经知得要做的代志。腓力应讲：“用200个银仔去买饼，嘛无够互逐个人食一屑仔。”另外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，甲耶稣讲：“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5个大麦饼，甲2尾鱼。毋过人遮尔多，干焦食的哪有够？”耶稣讲：“恁叫众人坐落去。”迄个所在草真多，众人就坐落去，干焦查甫人就5000。然后耶稣摕遐个饼，感谢了后，分互坐伫遐的人，鱼嘛安尼分，出在因食。因食饱了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：“将食剩的碎屑仔捡起来，毋通拍算。”因就将迄5个饼的屑仔，就是大家食剩的捡起来，拢总满12篮。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讲：“这个真正是要来这世间迄位先知。”耶稣知影众人得要强迫伊做王，就家己一个，搁退去山里。黄昏的时，伊的门徒落去湖边，上船要过湖去迦百农。迄时天已经暗，耶稣还未到因遐。忽然因为透大风，湖起大涌，门徒过船大约过5-6公里的时，看到耶稣伫湖的顶面在行，惊我困船，因就起惊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是我，免惊。”门徒就欢喜，接伊上船，船连伊到因要去的所在。隔日，还伫湖对面岸，迄阵人发觉伫遐只有一只船若定，耶稣嘛无甲门徒做伙坐船，干焦门徒家己过去。毋过有几若只船对提比利亚来到瓦群，主感谢了后，互众人食饼迄个所在。众人一个发觉耶稣甲伊的门徒拢无伫遐，就坐遐个船过去迦百农找耶稣。众人伫湖的对面岸找到耶稣，就甲伊问：“rabbi比，你什么时来遮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找我，是因为有饼食够饱，毋是因为看见神迹。毋通为着会败坏的食物拍拼，着为着久长存在，会当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，迄个食物来拍拼，就是人子要互恁的，因为爸上帝已经甲伊勘验认定。”因就问耶稣：“要完成上帝的工作，阮着做什么？”耶稣应讲：“信上帝所册，迄位就是做上帝的工。”因就问：“你要行什么神迹，互阮看来信你？你要做什么？阮的祖先伫旷野食吗哪，
拄拄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有将对天来的饼互因食。耶稣就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毋是摩西将对天来的饼互恁，是我的爸将对天来真的饼互恁。因为上帝所赐的饼，就是对天降落来，赐活命互世间的。因就甲耶稣讲：先生，请你不时将即个饼互阮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，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毋过我捌甲恁讲，恁已经有看到我，犹阁毋信。爸所互我的人，拢会来我遮，来我遮的人，我绝对袂甲伊气杀，因为我对天降落来，毋是要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，是要实行找我来迄位的旨意。找我来迄位的旨意是安尼：伊所互我的人，我连一个都袂丧失。伫末日，我会互因搁活。因为我的爸的旨意是要互所有看见囝来信囝的人，拢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伫末日，我会互因搁活。因为耶稣讲：我是对天降落来的饼。犹太人就私下议论，讲：这人敢毋是约瑟的囝耶稣？咱捌伊的爸母，现在伊哪会讲我是对天降落来？耶稣就对因讲：恁莫在私下议论，若毋是找我的爸引带，无人会来我遮。来我遮的，伫末日我会互伊搁活。先知的册有记载，众人拢会接受上帝的教示，所有听趁爸对伊学习的人会来我遮。这毋是讲有人捌看见爸，只有对上帝遐来迄位捌看见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信的人有永远的活命。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。恁的祖先伫旷野食吗哪嘛死去，这就是对天降落来的饼，互人食了袂死。我就是对天降落来迄个活命的饼，人若食即个饼，会永远活地。我要互人的饼，就是我的肉，是为着要互世间人有活命献的。对安尼，犹太人互相争论讲：这人哪会当用伊的肉互咱食？耶稣就对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无食人子的肉，无啉伊的血，恁内面就无活命。食我的肉、啉我的血的人，就永远的活命。伫末日，我会互伊搁活。我的肉真正会食得，我的血真正会啉得。食我的肉、啉我的血的人，踮伫我内面，我嘛踮伫伊内面。永活的爸找我，我嘛因为爸来活。亲像安尼，食我的人嘛会因为我来活。这就是对天降落来的饼，毋是亲像恁的祖先所食的饼，因食了嘛死去。食即个饼的人会永远活地。这个是耶稣伫迦百农的会堂教示人的时讲的话。耶稣的门徒中有真侪人听到，就讲：这话真困难了解，啥人听袂落去？耶稣心内知影伊的门徒私下伫议论即个事，就对因讲：这话甲恁惹着是无？安尼，恁若看到人子
升悬去到伊原来的所在，恁要安怎？赐我命的是上帝的神，肉体拢无功效。我甲恁讲这话是神，是活命。毋过恁中间有人毋信，因为耶稣对起头就知，什么人毋信，什么人要甲伊出卖。伊佫讲，因为安尼，我捌甲恁讲，若毋是爸允准，无人会当来我遮。因为安尼，伊的门徒中有真侪人离开，无搁缀伊。耶稣就对12使徒讲：恁嘛要离开哦。西门彼得应讲：主啊，你有永远活的话，阮要去缀啥人？阮已经信，搁较实在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应讲：我竟毋是拣选恁12人，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伊安尼讲，是伫指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，得要出卖耶稣。